无出门的日子，批生育。为疫情宣布伫厝上班到单，也已经个月尾啊。虽望学校会使用非线顶上课的方式，毋过嘛真烦恼学生的学习状况。落尾也是开线顶上课较妥当。为着要互学生用上简单的方式了解课本内底的知识，参考真侪老师伫面册分享的办法了后，我就当作家己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。虽望无法度亲像伫学校上课共款，参学生有较侪互动，毋过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袂当四界拍走。伫厝内除了线顶上课以外，剩的时间会使摕来创啥呢？除了准备上课的 PPT 以外，我排解的方法就是约戏、看直播、踅网络商店买物件，无就是手机顶面即马有真侪 App。会使伫线顶甲无熟悉的人斗阵佚佗，亲像唱歌、抢答、画图、摇马彩，拢是真趣味佮好耍的选择。除了减少人甲人之间的接触，嘛降低互传染的风险，会当讲是一减二顾，望拿减洗裤。疫情互我踮厝内的时间变较济。迄一日伫咧食饭，阿爸雄雄甲我讲，若毋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真罕得有机会家己同齐食暗顿。是啊，平常时无闲甲强骂变过。转来厝里，干那想要好好休困，话嘛无啥想要讲，甲厝里当作女社共款。趁即摆甲时代有较济斗阵的时间，我爱好好珍惜参与单天雪地的机会。虽望疫情造成生活中真侪无方便，毋过看到新闻顶面有袂少人因为染到肺炎，就安尼失去性命，互我感受到健康活力，就是目前上幸福的代志。嘛毋望早一日会当恢复原本的生活。